為什麼好多中年女人夫妻和睦數十年，從無爭吵鬧事，最後卻一夜之間輸得徹底，無家可歸？我見過無數外人眼中圓滿美滿的婚姻，看似風平浪靜、溫暖安穩，實則藏住一個無人察覺的致命死穴。好多姊妹一輩子勤儉持家，悉心養育子女，全心撐起頭家，將人生最好的年華、所有的積蓄心血都奉獻給家庭，唯獨忽略咗一件事：家中所有核心值錢資產，全部淨係登記喺丈夫一人名下。你以為呢係夫妻同心的信任，一家人不分彼此的情分？殊不知呢份毫無底線的坦然，早已為你後半生埋下無法挽回的隱患。世間最可怕的，從來唔係激烈的爭吵、公開的矛盾，而係呢種看似無事，實則致命的長期隱形虧損。太平盛世，呢啲隱患靜靜潛伏，讓你沉浸在美滿婚姻的假象之中。一旦遭遇離婚、債務危機、突發意外，積攢十幾20年的財富、辛苦打拼的家底、安身立命的退路，會在一瞬間化為烏有。呢啲從來都唔係運氣差，亦都唔係對方突然變心，而係中年女人最容易犯也最致命的認知錯誤。今日我就同各位姊妹講透真相。家中呢3件核心資產，無論你同丈夫感情幾深厚、幾恩愛、幾信任，都千祈唔好淨寫對方單人名下。呢唔係算計，而係中年女人最清醒的人生自保。佢哋從來唔會計較，從來唔會設防，覺得結婚多年，風雨同舟，份感情足夠抵擋世間所有變故，足夠扛住人性所有考驗。但歲月最教人清醒，人心最經唔起事。中年以後，婚姻進入平淡如水，甚至暗流湧動的階段。曾經的情深意重，可能會隨時間消磨，隨環境改變，隨得失翻轉。當感情褪去光環，當矛盾累積爆發，當關係出現裂痕，你先會猛然發覺，名下無資產，手中無底牌，心中無安全感，係一個女人婚姻入面最被動、最卑微、最無力嘅處境。我行走世間數十年，看透無數婚姻真相，始終想同所有已婚中年姊妹講一句真心話：婚姻可以講情、講義、講包容、講體諒，但資產一定要講規則、講底線、講自保。善良從來唔等於無底線退讓，信任亦都唔係毫無保留託付。你可以真心對待伴侶，可以盡心經營家庭，但千祈唔好將自己後半生的安穩、晚年的依靠、孩子的保障，全部壓喺人性同感情上面。尤其係呢3類核心資產，無論夫妻感情幾深厚、幾恩愛、幾穩固，都絕對千祈唔好淨寫丈夫一個人名。呢啲唔係計較，唔係防人，唔係唔信任，而係中年女人最清醒、最智慧、最負責任的自保。好多姊妹會覺得我太現實、太冷漠、太過功利，話夫妻之間算得太清楚，只會傷感情、生隔閡、衍生疏。但我想問大家一句最真實嘅話：真正傷感情嘅，從來唔係資產分明，而係毫無保留之後嘅吃虧、無助、絕望同追悔莫及。太平歲月，人人都願意相信天長地久、白首不相離。可一旦風浪來襲，一旦關係生變，一旦生活遇險，感情一文不值，唯有實實在在嘅資產、穩穩妥妥嘅底牌，先可以撐你渡過難關，護你周全，保你安穩。中年女人早已過咗耳聽愛情、衝動熱血的年紀，要學會通透、清醒、自持，唔好再為咗所謂的夫妻情分
犧牲自己後半生的退路。首先第一樣，千祈唔好寫丈夫單人名下的核心資產，就係婚後自住物業、家庭核心房產。無論呢間屋係結婚後共同打拼買落，係你出錢裝修，係你長期供樓，係你默默為家庭付出換回來的家，都絕對唔好單獨登記喺丈夫一個人名下。好多傳統家庭都有呢個根深蒂固的觀念，買屋係男人嘅責任，房產寫男人名係理所當然。好多中年姊妹順從呢個規矩，結婚幾十年，住喺自己一手打理、一手撐起的屋企，日日打掃、年年維護，默默承擔所有家務同家庭壓力，卻從來唔屬於呢間屋的合法業主。佢哋以為屋企係自己嘅避風港，以為家庭係自己嘅終身歸宿，殊不知法律從來唔講感情，唔講付出，唔講辛勞，只睇登記名稱，只認有效證件，只憑書面憑據。我見過太多令人唏噓的真實案例。有姊妹結婚20年，從青春少女熬成中年婦人，同丈夫一齊白手起家，艱苦創業，一齊供樓養家，養育子女，從細屋搬大屋，從無到有，建立起成個家，所有積蓄投入房產，所有青春奉獻家庭，最後房產正係丈夫名下。中年遭遇婚姻變故，丈夫態度驟變，冷漠無情，話屋係自己名下，與女方無關。最終呢位姊妹20年付出化為烏有，淨身出戶，無家可歸，半生辛勞換來一場空。仲有好多姊妹婚後全心全意信任伴侶，將自己婚前積蓄、父母資助悉數拿出來補貼買屋、裝修還貸，卻從來唔要求加名。一旦雙方離異，或者丈夫出現債務問題，甚至突發意外，自己隨時會陷入無房無產、無依無靠的絕境。有人會辯解，話婚後共同購買的房產，就算只寫一方名下，都屬於夫妻共同財產。呢句說話法理上無錯，但現實操作之中藏住無數中年女人唔知道的隱患同陷阱。首先，單名房產交易極其便利，丈夫可以獨自瞞住妻子賣房、抵押房產、貸款套現，妻子往往事後先知，維權之路漫長又艱難，耗盡心力都未必可以追回損失。其次，一旦丈夫產生個人債務、經營虧損、民間借貸，單名房產極容易被法院查封、拍賣、抵債。妻子哪怕有再多年的付出、再充足的供樓證據，都需要繁複訴訟先可以主張權益，耗時耗力，勝算難料。更不用講，萬一遭遇離婚糾紛，單名房產會大大增加舉證難度。好多無心計的女人因為保留唔到完整付出證據，最後只能分到極少份額，甚至1分錢都拿唔到。中年女人要明白，屋從來唔只係一棟建築、一處居所，佢係你後半生的安身立命之本，係你同孩子的最後避風港，係你中年之後最大的安全感來源。年輕時可以流浪，可以遷就，可以拼搏，但人到中年，身體逐年變差，機會越來越少，退路越來越窄，你必須要有屬於自己的固定居所。穩固資產，房產唔寫自己名，本質上就係將自己的安穩交到別人手上，將自己的命運託付俾未知的人心。唔好覺得加名傷感情，真正相愛、真正珍惜你的男人，從來唔會介意給你一個名分、一份保障、一條退路。但凡因為加名就嫌你計較、同你爭執、對你冷淡的感情，本來就唔值得你無底線信任同付出。第二樣，千祈唔好寫丈夫單人名下的資產，就係車輛、商鋪、投資性不動產等大額剛性資產。
好多家庭買車、買商鋪、買投資性公寓，為咗所謂的方便，為咗避開所謂的手續麻煩，一律選擇登記喺丈夫名下。好多姊妹從來唔放在心上，覺得係夫妻共同財產，寫邊個名都一樣，反正係一家人。但正正係呢種無所謂的心態，令無數中年女人默默虧損，悄悄吃虧，被動陷入困境。車輛雖然屬於消耗品，但都係家庭大額資產，更牽涉交通事故、違規責任、債務牽連等諸多問題。單純登記喺丈夫名下，一旦出現重大交通事故、賠償糾紛、違法處罰，所有責任追溯、財產查封都會優先鎖定登記人，而一旦婚姻生變，車輛作為可隨意轉讓、隨處變現的資產，極容易被悄悄轉移、變賣、處理。女人往往無從知曉，無力阻止。至於商鋪、投資公寓、門面物業呢類可以長期產生租金收益、增值空間極大的資產，更加係家庭隱形財富的核心，絕對唔可以單名登記。我見過不少家庭，夫妻共同出資購買商鋪，長期收租養家，積累財富，所有收益都由丈夫掌控、支配、使用，物業只登記丈夫一人。中年離婚之際，丈夫直接主張物業屬於個人名下，個人財產。多年租金收益亦都被悄然轉移，揮霍殆盡。女方空有多年付出，卻拿唔到半分補償。仲有部分姊妹婚後全力支持丈夫創業投資，將自己婚前積蓄、娘家支持悉數投入，購置各類投資資產，卻從來唔參與登記，唔掌握權益，唔流傳憑據。最後丈夫事業有成，資產豐厚，自己卻一無所有。一旦關係破裂，淪為最無辜的犧牲者。中年婚姻最真實的定律就係時間會變，人心會變，感情會變，唯有資產同底線永遠唔會變。你可以支持丈夫打拼，可以陪伴家庭致富，可以默默付出奉獻，但絕對唔可以將所有財產權益悉數拱手相讓。所有家庭大額資產一定要做到雙方共有，共同登記，互相制約，唔好貪方便，唔好怕麻煩，唔好過度自信人心。世間最難測嘅係人心，最穩妥嘅係規則，最靠唔住嘅係承諾，最靠得住嘅係實實在在嘅權益保障。好多姊妹會問，既然夫妻同心，點解要分得咁清楚？我想話俾各位知，清晰從來唔係疏離，自保從來唔係自私。真正穩固的婚姻，從來唔係一方毫無保留，一方全盤接收，而係雙方互相珍惜、互相制衡、互相兜底。你有你的底氣，我有我的保障，雙方勢力平衡，權益對等，先可以長久和睦、穩定長遠。一味退讓，一味捨棄，一味無私，換來的從來唔係珍惜，而係習以為常、理所當然，最後甚至係肆無忌憚、任意消耗。第三樣，千祈唔好寫丈夫單人名下的資產係長期理財、保險大單、年金資產、股權分紅類、隱形資產。呢類資產唔似房產車輛一樣肉眼可見，擺喺明處，卻係中年家庭最核心的積蓄、最穩妥的後備財富、最可靠的晚年保障，亦都係最容易被忽略、最容易被獨佔、最容易被轉移的資產。人到中年，大多數家庭都會配置年金險、分紅險、長期理財、股權投資、基金定存等資產，用於規劃晚年生活、儲備養老金、保障孩子未來。好多家庭習慣將呢類隱形資產全部掛喺丈夫名下，由丈夫全權打理、全權掌控、全權支配。好多姊妹唔識理財，唔懂規劃，唔過問財務，
只係安心打工持家，賺錢上交，覺得丈夫會為家庭着想，會公平對待自己，會守好家庭積蓄。但現實往往殘酷，好多中年男人掌握住家庭所有隱形財富後，會慢慢脫離家庭財務透明，悄悄積蓄個人私房，悄悄轉移理財，悄悄配置個人專屬資產。呢類資產最大的特點就係隱蔽性強，轉移方便，取證極難。房產車輛有登記記錄，有公開信息，有跡可循。但理財保單、股權分紅、私人投資，只要對方刻意隱瞞、刻意隱藏，另一方好難查證、好難追溯、好難維權。一旦婚姻出現問題，丈夫可以輕鬆轉移、退保、變現、轉讓，將呢類隱形資產悉數化為個人財富，而多年共同積蓄就此化為烏有，女方完全無從追溯。仲有好多姊妹忽略咗一個致命細節：保險、年金、理財呢類資產，除咗所有權，仲有受益人設定。好多丈夫名下的大額保單、年金單，受益人默認或者悄悄設定為自己，甚至直系親屬，完全排除妻子權益。一旦出現意外、身故、財務糾紛，呢筆龐大資金完全同妻子無關。半生夫妻，數十年付出，最後連半分保障都留唔低。呢個世上最令人寒心的，從來唔係貧窮困苦，而係你陪對方熬過最難的日子，捱過最苦的歲月，奉獻最好的年華，最後卻發覺自己從來唔係對方的未來規劃，從來唔屬於呢個家庭的財富體系。中年女人一定要清醒認知，婚姻入面財產權益從來唔係小事，而係立身之本、尊嚴之基、退路之源。你可以唔貪圖對方的財富，可以唔計較一時得失，可以唔爭朝夕輸贏，但你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合法權益，守住家庭的共同財富，守住自己的後半生退路。無論幾恩愛、幾和睦、幾穩定，都絕對唔好將家庭所有核心資產、固定財富、隱形積蓄悉數置於對方單獨掌控之下。我見過太多中年婚姻的遺憾：20幾歲相愛熱戀，信誓旦旦，白頭偕老；30幾歲攜手打拼，同心協力建設家庭；40幾歲風平浪靜，暗藏波瀾，人心難測。好多女人輸唔係輸俾歲月，輸唔係輸俾貧窮，輸唔係輸俾矛盾，而係輸俾自己過度的善良、過度的信任、過度的無防備。一輩子省吃儉用、勞碌奔波，最後名下空空，手無底牌。面對變故，只能被動接受，無力反抗，任由擺布。有人話，太過計較財產，婚姻就變得功利冷漠。但其實真正的婚姻智慧，從來唔係盲目天真、一味妥協，而係心存善良、手有底線、胸有成苦。你可以保持溫柔，但必須擁有鋒芒；你可以真心待人，但必須懂得自我保護；你可以全力付出，但絕對唔可以掏空自己。婚姻係一場長久的結伴同行，唔係一場單方面的無私奉獻，係雙方互相成就，唔係一方成全另一方。呢三類資產，房產係安身之本，車輛投資係生活之基，理財保單係養老之盾，撐起咗一個女人中年以後的所有尊嚴、所有安穩、所有底氣。千祈唔好因為一時的情面、一時的僥倖、一時的單純，將呢一切悉數交出。人心會變，感情會淡，關係會遠，但資產永遠唔會背叛你，唔會離開你，唔會辜負你。當你年老體衰，當你遭遇風雨，當你面對人情冷暖，能夠真正護你周全，給你安穩，撐你落去的，
從來唔係曾經的甜言蜜語、昔日的情深意重，而係你名下的資產、手中的底牌、心中的底氣。夫妻之間最好的相處模式，從來都係我真心待你，但我唔掏空自己；我全心經營家庭，但我保留自我底線。我願意與你風雨同舟，但我都有自己的安身退路。你有你的能力，我有我的底氣；你有你的財富，我有我的保障。雙方勢均力敵，互相珍惜，互相牽絆，呢段婚姻先可以走得更穩、更遠、更長久。所以各位已婚中年姊妹，從今日開始，一定要及時清醒、及時止步、及時佈局，認真梳理家庭資產，檢視名下權益，守住呢三類絕對唔可以單名託付的資產。唔好怕麻煩，唔好怕爭議，唔好怕被人話計較。你的清醒自保，從來都係對自己人生負責，對孩子未來負責，對後半生安穩負責。